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通货紧缩，聊一聊消费降级。今天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刊登一篇报道，叫7月 PPI 同比降 ，CPI 持平，中国经济未走出通缩和内卷怪圈。它这个报道说是基于这个咱们统计局给的数据，中国7月全国工业生产折出产价格指数就是 PPI 同比下降 3.6%， 降幅比预期中大。全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持平。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仍未能摆脱通缩压力和内卷怪圈。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是中国经济风险来源之一。中国的 PPI 从2022年10月起，已连续34个月录得负增长，就是一直在下滑。通货紧缩压力促使官方采取措施，解决产能过剩和内卷式恶性竞争问题。因价格战轻视企业利润，导致工资被压低，也连带冲击居民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就是8月9号昨天公布7月 PPI 同比下降 3.6%， 降幅与上月相同。路透社报道称降幅要大于经济师此前预测的 3.3%。环比看，7月 PPI 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但是7月的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转为上涨 0.4%， 也就是从 CPI 看好像止跌回升了，而且跟去年同期相比它持平了，这个似乎是个好兆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则同比上涨 0.8%， 涨幅连续3个月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他说，季节性因素叠加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影响部分行业价格下降，以及夏季高温雨水天气增多，导致建筑项目进度放缓，影响建材需求及电价下降，是7月 PPI 环比变动的主要原因。总之跟天气跟这个雨水有关系，多多少少让人感觉这个拉不出粑粑怪地球引力那去年7月没有雨水吗？没有高温吗？对于 CPI 环比上涨分析说主要受服务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带动，其中受暑期出游旺季影响，飞机票、旅游、宾馆住宿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环比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 CPI 和 PPI 是衡量经济是否面对通缩压力的指标，当两个指标持续下降时，显示经济存在通缩的风险。一些分析师和学者认为尽管最新的 CPI 同比持平，据此判定中国经济已摆脱通缩压力仍言之过早。路透社引述宝盈投资首席经济师张志威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尚未稳定，经济仍主要依赖外部需求而非国内消费，劳动力市场仍疲软，目前难说中国通缩是否已经结束。美帝是通胀，咱们是通缩。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向联合早报分析说，最新的 CPI 仍走低，显示中国经济还未完全摆脱通缩压力，提振内需如以旧换新等政策仍有加力空间。通过投资大型项目如雅江水电站，有助于带动原材料和水泥建材需求，则有利于提升 PPI。傅方健也指出提振消费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所得。他判断，从现在至年底，官方不会推出太多新措施，更可能是在既定政策上发力，例如养儿、养老、育儿、中小企业为员工交社保等，以及盘活更多的存量房，通过稳定楼市来释放财富效应。这个彭博社也引述彭博亚太区高级经济师的话说他说，大局不会改变，经济要摆脱通缩压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认为决策者已意识到规范无序竞争是解决通缩根源的关键，未来可能采取更多措施。从最新的数据判断，中国企业肯定还未走出内卷怪圈，反内卷政策接下来预计将从供给侧改革着手。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下半年
相信有部分企业将被并购。反内卷落实后，就能提高供给端价格和消费者价格 ，PPI 和 CPI 就会起来一些。这个专家就没有刚才那个专家说的靠谱了啊！这个专家的意思就是，你通过供给端的这个改革，把物价提上来 ，CPI 就好了。那问题是你物价提上来之后，有没有想过牛马韭菜它勒紧裤带它不消费呢？你毕竟这个消费不畅，内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我认为啊，就很多专家呀，他就是困在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个怪圈里面。也就是内卷是怎么形成的？在我看来啊，内卷是因为大家收入下降，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大家就业不好，那大家就存钱，因为你的保障也不够完善，对吧？那我还不能自己考虑吗？我自己考虑的应对办法就是存钱，就是勒紧裤带不消费。我不消费，大家都不消费，你生产东西就卖不掉，你的降价我也不买，你还得降价，对吧？你这样降价，那企业不赚钱 ，PPI 就会下降，企业不赚钱，那职工又得下岗，找工作更难，企业关门，对吧？这个企业就给职工降薪，降薪不行就裁员。哎，那我现在收入更低，对吧？我更找不到工作了，那我更得存钱，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吗？这样才会内卷吗？内卷下去，好，大聪明说了，内卷，那我就开始涨价。哎，涨价，那企业的效益好了，员工的工资就会增加，员工的收入就会增加，哎，工作岗位就会多。他就忘了啊，你涨价，那韭菜牛马他也很有可能拒绝消费，对吧？能不消费他就不消费。为什么说这个呢？待会儿我们还举例子。所以说啊，你老从供给端这儿下手，对吧？他没有从需求端这边呢想办法，这个有点本末倒置，对吧？治表不治理。这个界面新闻报道说，财信金控首席经济师武超明认为，中国出口将受美国关税冲击而面临回落压力，加上相关行业有产能过剩压力，出口行业价格下跌风险较大。今年中国 PPI 要实现转正的难度较大啊，这个就是关于统计局啊昨天啊公布的咱们7月份的 PPI 和 CPI 数据，预示着咱们还在通缩之中啊。那下半年要走出通缩难度还不小。刚才也说了啊，那有人就说了，那我涨价，对吧？涨价有利于走出通缩，这不是开玩笑啊，真有人涨价。这个百果园大家知道吧？就是一个卖水果的连锁店或者连锁机构。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于慧勇又发表逆天言论了。反正最近啊，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很多大的企业连锁机构，他们的创始人或者董事长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刺激啊，纷纷跳出来发表逆天言论了。这个百果园的董事长于慧勇说的啥呢？根据报道啊，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吐槽说百果园的那卖的水果啊太贵了啊，月薪2万吃不起。说在百果园随便消费一下，100大洋就没了。然后还有人问啊，到底谁在吃百果园？还有网友称百果园越来越贵，质量越来越差。所以针对这个网友吐槽，百果园的董事长于慧勇啊，他就在接受媒体采访啊，他在拍了个视频，这个董事长就说了啊，我们不迎合消费者。他说啊，水果这个产品非常普通，但是真正了解水果的呢非常少，我们仍然会坚守做高品质的。我要想给顾客留下一个便宜的印象是很容易的，因为它不同的品质差别太大，哪怕外观同样的水果，有的时候差到4-5倍，而且便宜的水果呢供大于求，但真正的好水果是供不应求的，也是它贵的一个原因。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百果园太贵了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百果园有几千万的会员，如果没有一批真正认识到百果园价值的顾客，那百果园也就不复存在。言下之意啊，他有几千万的会员，这是他的底气。此外，这个于慧勇还提到啊，他说我认为啊，商业就2种，第一个利用消费者的无知，第二个教育消费者成熟。哎，这就是这个百果园董事长的这个叫商业心得啊，山海沉浮的心得或者山寨心得啊。商业就2种，一种就是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赚钱，一种就是教育消费者成熟。他说像百果园这么多年都走在一个教育消费者成熟的路上，我们不会去
迎合消费者，他并不清楚所谓的便宜之类。我们想告知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消费者不知情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无从选择的，他只能选择便宜，只能看价格。一方面，我们认为还有空间在成本上继续去优化，能否再以低一点的价格供应给我们的顾客。但是我绝不在品质上做让步，除非我直接换品项，把品质做差一点，价格便宜点。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这个我们不迎合消费者，我们要教育消费者。就不知道啊，谁给的百果园的这个勇气啊？是梁静茹吗？是他那几千万的会员。上一次啊，说要教育消费者的，我记得还是钟雪糕吧，对吧？钟雪糕人家卖的雪糕叫雪糕刺客嘛，一个普通的雪糕，总之它包装一下之后，对吧？讲一些概念，讲一些故事，一只雪糕卖30，那还算便宜的，还卖60的，那你卖60卖60吧，对吧？你单独放着，把它供起来，就让消费者一眼看见它是60的，他不，他把这个60的雪糕跟那卖2块的、1块的混在一块儿。然后消费者在里面，对吧？买冰棍的随手抓呀，无意中就抓到了。然后一结账，哎，买几根冰棍怎么100多啊？对吧？把那个账单打开一看，原来这个雪糕60多一根，所以叫雪糕刺客。这个钟雪糕准备教育消费者，最后呢被市场教育了，现在已经破产清算。还有一个要教育消费者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做剪刀的啊，叫张小泉。做中餐啊，中国人呢做菜喜欢加大蒜，那个蒜呢一般都是要拍的。一拍的话，那蒜比较好剥，完了之后，对吧？这个拌凉菜啊、炒菜都比较方便。结果好多人拍蒜的时候，一拍那个刀就断了。网友在网上吐槽，结果那个张小泉的那个老板是吧，董事长也说你不懂剪刀啊，不是你不懂张小泉。说网友啊，我们这个菜刀就是不能拍。那网友就说了，那我们要拍蒜怎么办呢？那你自己想办法。就是不知道谁给了这些企业勇气啊，他教育消费者，他不知道消费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对吧？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做火锅的吧，那名字我忘了啊，叫什么巴努还叫什么？就反正就是做那个，主要是毛肚火锅，好像也是上半年还是去年逆天言论呢。这个消费者说啊，吃火锅的说，哎，这个火锅怎么越来越贵啊？这个老板也说了啊，他说你月薪5000呢，你就吃点麻辣烫就算了，不要吃火锅了。月薪5000吃不着像样的火锅，你说这一下，这消费者对吧？就去吃个火锅消费一下，还受到别人侮辱，对吧？你一个做火锅的还做出优越感出来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对吧？你一个卖水果的还卖出一个教育消费者，谁要你教育啊？当然了，有人是缺教育的啊，这个咱们不能否认，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好多人花钱去电影院买教育，那本来去电影院是放松、休闲、娱乐，对吧？哎，如果你看完之后你若有所思啊，感觉好像有点启发，那也好，对吧？本质上是休息，对吧？休闲，就作为咱们韭菜牛马，从幼儿园开始受教育，对吧？教育到基本上都大学毕业，走上社会还要接教育，完了之后自己还花钱买教育，对吧？看个电影还要受教育，那些对吧？通过电影教育你要爱国的，教育你要这样的，教育你那样的，这些人人家在澳洲，对吧？过着很低调的奢华的生活，但是这国内他在教育你啊，你要那样。有人啊需要去接受这样的教育，他愿意也没毛病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好像这个是哪个电影院咱也不知道啊，放那个什么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放完了，然后就一个小伙子跑到那个大屏幕前面啊，荧幕前面号召大家起立默哀。看个电影看成这样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边在默哀的时候，那边在悉尼的街头，那权贵们啊正在开着他的豪车，正在酒驾呀。不说这个啊，咱还是回到消费，对吧？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咱们的 PPI、CPI 都显示咱们在通缩，那专家就说了，那我就涨价，对吧？从这个供应端开始涨价，那这个百果园，对吧？那个是做那个火锅的，毛肚火锅的，那都属于这种思路。还有钟雪糕，结局啊，这个不用多想，对吧？市场一定会给他们教育，就是他要教育消费者，那市场就会给他们一个教育。你只不过是一个卖水果的一个连锁店而已，就没了你这个糊涂妇，难道咱们都还要吃带毛的猪吗？幸好市场啊没有让它垄断啊，这个市场要被它垄断了，那你以后韭菜吃个水果，恐怕还要变成特供啊。这个百果园啊，以前网上有很多人吐槽啊，对吧？他把那些坏的水果整卖不掉的，然后他晚上切成块，对吧？几种烂水果拼一块，变成个水果拼盘，哎，卖的价格更贵，好像也这样报道吧，非常多。我觉得百果园啊，你做品质这个没毛病啊，这因为你是商家就应该做品质，但是你不要教育消费者，谁让你教育，对吧？你追求性价比。
比，甚至你说我做的就是中高端的，甚至我做的是高端的水果也没毛病，对吧？这是你企业的自由啊，对吧？这是你的经营策略，但是你不能打着，对吧？什么教育消费者，然后又追求品质，完了晚上把那烂水果拼个水果拼盘，你这叫品质吗？品质不都是卖的贵啊，对吧？作为一个企业啊，你可以判断，对吧？你可以无视现在是消费降级这么一个大环境，对吧？你说我就要逆风飞扬，对吧？我就要像钟雪糕那样的。那是你的自由，不尊重消费者，对吧？说我不迎合消费者，我不知道他那个几千万的会员听了这话之后是怎么样一个感想？你那个会员费难道是智商充值吗？这个2023年1月，百果园在港交所上市，上市以后啊，公司业绩火速变脸，营收增速骤降至0.69%，也就是没有增长了。上市就是高峰。就是顶点啊，归属净利润增速降至12%。进入2024年上半年，百果园营收、净利润则双负增长，分别同比下滑11%、66%。也就是啊，鼓足了劲势，上完市之后就原形毕露，属于包装上市啊。公司2024年财报显示，百果园实现收入103亿元，同比下降10%，除所得税前亏损3.9亿。而上年同期则盈利3.8亿，这是近5年来百果园首次出现净利亏损，恐怕也是已经亏得不行了，扛不住了，开始发表这些逆天言论了。5月份，有消费者向记者展示购物小票，他在百果园买了4个进口樱桃李，花了51亿元。去年年初，百果园还计划未来10年内营收突破1000亿元，线下门店超过10000家。然而，截至2024年底，百果园的零售门店数量同比净减少966家，仅剩下5127家。期内加盟店数量从6081家减至5116家，平均每天关店5家，也就是下降了20%左右啊！你现在加盟搞个百果园店，你只有赔钱的份儿。哎，这些企业的老板啊、创始人，他们这些逆天言论呢，本质上啊是这种资本啊对消费者的一种叫傲慢。他以为他上市了，对吧？有众多金融消费者支持，他就有了底气，不惯着消费者，什么顾客就是上帝，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对吧？惯着你毛病。绝不惯着消费者的还有啊，不是百果园一家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啊上市公司啊，这个爱康国宾吧？这不是专门做体检的吗？体检业的巨头。爱康国宾向患癌女律师索赔1000万，这个爱康国宾啊，把自己的消费者给告上法庭，还要索赔1000万。红星新闻8月7日消息，今日红星新闻获悉，爱康国宾已在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张小林，请求法院判决张小林赔偿爱康国宾因名誉侵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000万元。张小林向红星新闻表示，已经收到上海浦东法院发出的传票，已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会积极应诉。这个爱康国宾和那个他的消费者叫张小林律师之间的纠纷，大家都知道吧？主要是这个张小林在爱康国宾好像体检了有10年，然后他后来被查出有这个肾癌早期，所以这个作为律师他就认为我在你这儿体检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问题，结果到其他医院一查就是胃癌，所以他就怀疑你这个是不是假体检双方就此产生矛盾。但是把自己的消费者告上法庭并索赔1000万，这个也是显示了这个他们的底气，叫绝不惯着消费者。PPI、CPI 预示了咱们都在通缩，通缩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消费降级现在不仅是消费降级，现在就是消费消失了，很多人都感同身受。有很多这个企业的吧，他突然发现，去年还能走一点量，还能卖点东西的，他今年突然就没有了。也就是我们已经从消费降级，已经来到了叫消费消失，就是低欲望社会，勒紧裤腰带。在这个时候有人居然逆风飞扬，要涨价，这个只能让市场教育他。我们以前一直说这个京东的服务，对吧？京东的品质让人感觉我们叫对比，那你至少比拼多多要好，但是对吧？京东早就被拼多多不知道甩到哪儿去了。拼多多的市值是京东的多少倍？应该3倍吧？为什么？就因为拼多多它迎合了，对吧？它正好符合了这消费降级的趋势，所以拼多多一度这个市值的追上阿里。
但这个拼多多在消费降级的时候，你京东对吧，还准备搞消费升级，所以京东现在没办法了啊，只好去送外卖，卖电影票，搞本地生活，准备跟美团竞争了。电商这一块啊是岌岌可危。对吧？你赌错了风口啊！反内卷不是涨价，更不是打着提高品质的名义涨价，对吧？你这种思路啊，那是认为韭菜愿意花钱，实际上不是啊。那有人就说了，那小米它那个什么苏七啊、玉七啊，对吧？30万一台，半小时就订了多少台，对吧？一小时订了多少台，那不说明还是有钱吗？这个话不能这么说。这小米是个特例，小米是互联网营销，对吧？它那个预定啊、交钱的、交定金的成分非常复杂，里面不一定是真正的消费者，对吧？真正的消费者很少，都是在里面炒的，对吧？炒生态，以此谋生的。总之啊，这个如何打破啊通缩的这种恐怖螺旋，没有别的办法，对吧？供给侧改革是不行的，光反内卷也是不行的。它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要恢复韭菜的信心，要完善韭菜的一些必要的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让韭菜的收入能有所增长这个时候韭菜它自然会消费。中国人就这样有钱他一定会嘚瑟，有了钱他一定会买房，对吧？买豪车，不买是因为他没钱。这个分配要尽量向韭菜倾斜。对吧？而不是向大头倾斜只有这样恐怕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的话都只是耽误病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